發，國家突然間封殺富途同老虎證券，你以為純粹係因為資金監管問題？監管部門最新正式落閘，要求呢啲跨境券商全面清退內地客戶，連 App 都要下架。表面睇，依招係為咗死截資金外流，唔俾內地客買美股。但大家千祈唔好俾表面呃到，呢把火其實一早燒到去幣圈，甚至唔同板塊。點解？因為好多地下資金同大戶一直都係靠呢啲海外券商戶口做跳板，將錢運出去買美股、比特幣 ETF， 甚至兜個圈入金炒 crypto。依家國家一刀切，直接斬斷呢條走資捷徑，幾百億原本準備出海或者南下香港 Web3 市場嘅熱錢，瞬間被鎖死喺國內。加上銀行嚴查外匯，依家玩 OTC 場外交易分分鐘有入冇出，大戶想走資走唔到，散戶想套現隨時連張銀行卡都凍過水。想深入了解呢單政策對你個銀包有咩致命影響？我哋準備咗份獨家分析報告，即刻留言 info，我馬上 send 俾你。